效力 TVB 長達24年嘅藝人兼歌手鄭俊弘，呢日透過社交平台正式宣布離巢，結束同 TVB 近1/4個世紀嘅賓主關係。佢直言一直視大台為自己嘅屋企。佢感慨離別嘅心情既奇妙又複雜，更用第一次離家出走嚟形容自己嘅掙扎同勇氣。仲坦言雖然經歷過疲於奔命同自我懷疑嘅艱難時刻，但對於呢段旅程充滿感激。佢感謝多年來喺走廊嘅笑聲變成家人一樣嘅戰友，以及每一位曾經教導、信任同合作過嘅台前幕後同事。佢強調，心入面當年嗰個17歲熱血嘅細路依然存在，準備好再次學習同成長，仲對未來嘅合作抱持開放態度。佢早喺2001年參加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嶄露頭角，並加入 TVB， 初期都係喺劇集入面飾演配角，直至2013年參加歌唱節目《聲夢傳奇》，佢以強勁實力奪得冠軍以及專業推介表現大獎，成為雙料冠軍，真正為人熟悉。佢早年曾經同姜麗文拍拖6年，之後又同圈外富家女訂婚。後來佢被爆出疑似背住未婚妻同樣係歌手嘅何雁詩交往，引發偷食風波。當時何雁詩更一度承受極大壓力。佢哋最終喺2017年正式公開戀情，並克服種種壓力，喺2020年結婚。